后来明阳工厂这场的大火有9个人死亡，有4位是消防兄弟，其中37岁施宝祥，伊毕业了后分发到花莲护理的消防分队来服务。2015年调回故乡屏东，而即个的意外来殉职咯，留下老母亲甲2个幼囡仔。伊的太太是强忍鼻痛处理后事。屏东第2消防分队的分队长前往吊念的时阵，情绪崩盘，单脚跪地痛哭袂停，是哭甲无法度控制家己。李玲东挂穿西装的相片，伊是37岁施宝祥，第一时间冲入会场救援，却无法度搁再回来。屏东第2消防分队的分队长李建球前来悼念，情绪激动，跪伫土骹，哭甲袂讲话。最后也是由施太太甲扶起来。伊知我身体无好，伊就爱含同事叫帮助麻烦的，我要互伊身体。我就讲，把上啊妈妈家己坐火车来的啦，你休息。就算工课无闲，施宝祥也是真有效，带老母到高雄互医生看。为着救人，伫火场过身，留下老母亲甲2个幼囡仔，太太强忍鼻痛处理后续的代志。伊讲无迄落呢，袂互伊知呢。伊讲今日拿去买校买发财，伊才要甲讲。施宝祥2006年自转23期毕业，分发到花莲县消防局护理分队服务，对山域的搜救真内行。伊嘛拢会看教新人，任职的期间对消防的工课保持热情。逐工认真佮谨慎，伫花莲服务9冬，一直到2015年的6月，才调转去故乡屏东。我那安慰迄个媳妇，后面也坚强，他是很坚强。俺2个含媳妇拢介友好我。报告家己安慰，坚守伊的工课到最后，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卖永远陪伫其他消防同仁的心肝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